来看泰国的参众两院13要投票选出新的总理哦。主要的候选人前进党的领袖皮塔，伫拜六礼拜是真拍拼演讲拜票，有几啊百民众相挺。也毋过皮塔目前嘛因为推动修法甲违宪的争议，得接受调查。参领前进党伫5月14赢伫国会选举的东魁皮塔，采购伫万国启动新造势，民众小姐甲翕相欢呼，希望皮塔顺利伫13赢伫参众两院投票支持，加做新总理。目前皮塔阵营整合在野八党，已经出伫众议院312个席次，离两院过半底含376票，也差64票，需要伫军方任命的250席参议员中，尽量争取支持。皮塔呼吁参议员顺应多数民意，结束过去9年的军方势力统治，表示一直到投票进前，拢会尽力沟通，相信会当通过。We're not asking for them to vote for me. We're not asking them to vote for my party. We're asking them to vote for democracy, for the majority, and return common sense to Thai politics. We start talking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e crises that are lying ahead of us, and then we're starting to have a closer gap.也毋过5月大选结束了后，前进党推翻修改严厉的冒犯君主罪，甲参议发生冲突。皮塔本人也因为继承违宪，持有一间已经倒店的媒体公司股份，可能违反参选议员的资格，当咧接受调查。总理之路也有变数，也毋过支持者表明挺高低。ก็ไม่ยอมก็คือเตรียมพร้อมอยู่แล้วเพราะประชาชนก็คุยกันว่าถ้าไม่ยอมโหวตสวไม่ยอมโหวตให้พิธาเราก็จะไม่หยุด总理帕拉希所属的团结结果党顶礼拜表示，当考虑敢是提名一位甲皮塔竞争的总理候选人。技术上来讲，伫参议支持之下，少数党组成政府继续掌权是可能的。也毋过在野阵营压倒性已经说明全国拒绝继续原有的统治架构，也表态绝对无让步。公司新闻是非常平静。